创世纪第10章，挪亚三个囝的后代。下面是挪亚的囝闪、含、雅弗的后代。大水以后，因有生囝儿孙。雅弗的囝是歌灭、马国、马代、雅完、土巴、米色、提拉。歌灭的囝是阿什基那、利法、多加玛。雅完的囝是以利沙、他斯、基提人、罗德人。这个人的后代，各照因的语言、宗族、邦国，分散徛起伫沿海地区。含的囝是古实、埃及、弗、迦南。古实的囝是西巴、哈菲拉、撒弗他、拉玛、撒弗提加。拉玛的囝是示巴、底但。古实阁生宁录，伊是世间第一个勇士。伊因为上主的帮赞，成做牛帕拉的勇士，所以俗语讲：愿上主互你成做一个亲像宁录遐尼牛帕拉的勇士。宁录统治的范围大省是示那地区，包括巴别、以勒、阿甲、甲加尼。后来扩展到亚述，伊有去做尼尼微、利河别、加拉。以及伫尼尼微甲加拉中间的大城利显。埃及生罗地人、阿那米人、利哈比人、拿弗托希人、帕苏罗说人、加苏罗希人、甲加菲托人、非利士人，是即族的后代。迦南生大囝西顿、甲赫、亚布斯人、阿摩利人、吉加萨人、希米人、阿基人、西尼人、阿瓦底人、西马利人、甲哈马人。后来迦南这个族分散真宽。迦南的境界是对西顿往基拉尼的路，到加萨，搁往索多玛、蛾摩拉、阿玛、西边的路，到拉沙。这就是含的后代，各照因的宗族、语言、土地、邦国徛起。雅弗的兄哥闪是希伯全族的祖先，嘛有生囝儿孙。闪的囝是以兰、阿述、阿法萨、罗德、甲阿兰。阿兰的囝是乌斯、胡勒、基帖、甲米色。阿法萨生撒拉，撒拉生希伯，希伯生2个囝，一个叫做法勒，因为伫伊的时代，人分散伫逐所在徛起。法勒的小弟叫做约旦，约旦生阿摩达、撒列、哈沙马菲、亚拉、哈多兰、乌萨、德拉、俄巴路、阿比玛利、示巴、俄菲、哈菲拉、约巴。这个拢是约旦的囝。因徛起伫米沙到西法东边的山区，
遮个是闪的后代，因照家己的宗族、语言、土地、邦国徛起。遮个拢是哪阿的囝的宗族，国照因的世系，建立家己的国家。大水以后，因伫地上分做真侪邦国。